今仔日有提醒家己爱笑，而且呢，我伫讲台语诶时阵嘛是有走音，即个调较无稳定。毋过我嘛甲你讲不要紧啊，这是一个过程，而且若有人听有就好。嘛有人因为讲我开会因为内底大粒头较济，就较毋敢讲用台语来讲，惊讲替人阻挡，安尼会影响家己诶信心。嘛有人讲本地甲我用台语来对话对谈，看看讲我嘛是悠然会讲华语，就变做讲，就煞无搁继续用台语甲我对谈，讲公司诶代志。毋过呢，我想诶，这嘛无要紧啊。重点是我家己用台语来讲话，别人有应我台语，抑是无应我台语，其实拢足自在啊。就是我较看会开，袂甲这束缚。以早是讲，若别人无对我讲台语，煞甲别人讲台语，就是讲我讲诶较无好势，因听甲诚艰苦。我会要意别人诶想法，会想象讲别人是安怎看待。即马就是豆豆仔调整，就讲重点就是我家己，我无法度去控制别人，要讲台语抑是不爱讲台语，安怎看待我讲台语即件代志，我拢无法度去控制，而且嘛无想要知影。你知影遐详细？对家己来讲，就是一个怪的。我会当做的，就是多使用就是加讲台语，讲久，我就知影讲，安尼学起来嘛较有效率。为安怎咧？因为有伫使用，就知影讲家己我就毋惊讲重担早前是讲若讲重担，会惊家己讲重担。即马就是想讲，若讲重担讲无好势，安尼上好啊！安尼就是会加深家己诶印象。若讲拢无讲无就是拢讲一寡较安全诶台语就是讲无讲较无较无熟悉较无熟手。若安尼就变做讲，安怎讲就是共款，就亲像讲早前我伫用台语讲日记，我就想讲有可能学袂着啥物物件，为安怎？因为我拢用我家己熟手诶一寡词来讲我诶台语日记，我就想讲安尼就袂进步。即摆我就开始知影讲，我若讲重担嘛不要紧，我嘛会使讲加用一寡较轻，就是较无接笑诶一寡台语词，拢不要紧。有人听会可能伫心肝头会想讲安怎搁安怎，就是意见了了无要紧啊，莫甲我出声阻挡莫甲我这人阻挡，安尼就好啊。即摆嘛袂讲有人会阻挡，因为我就人拢惯势讲这个人就是安尼。我若拢逐工拢规工拢讲华语，伊颠倒会想讲这个人半暝仔食西瓜反正敢是有可能嘛？颠倒会安尼想，就是大家拢惯势就好啊。对我来讲，我就知影讲家己诶目的家己要目标就是讲加使用安尼学较紧。因为你真正有伫用，你若拢无伫用，就变做讲学诶物件记袂牢。我阁有参加读册会，毋过读册会就是讲看白话字安尼读，毋过进步无诚紧足济都是反应诶问题，就是你阁想讲即个变怎发音，阁想讲变调。若较熟手，就是讲有一寡词你着记条条，所以你着家己当做文字，就亲像人看着汉字，
看伊就毋免去思考，就会使知影伊诶意思，佮有伊诶发音，就是正甲伊背起来迄种意思。啊，我即摆嘛是共款，就是讲会难参有一寡词定定出现我会变做讲毋免思考，啊，毋过有一寡无看过诶，就开始伫遐豆豆发音。啊，当然即个音嘛会走去像讲日声，日声就变做讲就白记啊，白记字。啊，这拢是豆豆训练，就是讲我若有了时间伫遐练习，我看是会有进步。啊，有可能我进步较慢，啊，有诶人进步诚紧，这都是在人诶。以早进前我拢会去烦恼这讲我甲人比较啊，第一点别人会感觉我做寒慢，拢无进步。第二点就是讲，我会家己怨叹，讲为安怎我嘛学诚久啊，怎会搁甲人白比拼？就是，毋过即摆我著有一个目标，就是用台文来写小说、写故事。嘛无论讲即个故事，大家若看了会有欢喜无欢喜，会感觉有成熟无？就毋免要伊济，就是我想要做诶代志，安尼就去做，就安尼就对啊。毋免讲甲足侪精神放伫讲有诶无诶，因为我无法度控制讲，因为我若想讲我为着读者安尼写搁安怎改，足精彩诶。煞发现讲无人要看，无人要看，当然原因诚济，有可能是用台文字来写，无人看，嘛有可能是台语本地人对台语有兴趣诶人就无济。第三就是讲，就是有种种诶原因看文字即摆诶人拢爱听，用听用看诶，不爱去读文字。所以讲我无需要讲讲我是为着要互伊较好看，我着安怎改，安怎编，结果变做犹原无人看，安尼毋是讲失去家己想要写诶即摆着想较开，着亲像讲我写诶小说剧情是家己喜意诶，家己想要安尼写，想要安尼表达。就算是无几个人拢无人看，毋过至少就是我家己看甲欢喜为家己去服务。对家己较好诶，这拢较无问题。啊，毋过若为着讲嘛毋知影迄个人伫倒位，迄阵人敢有这阵人家己去想诶去想象有这阵人因诶理路可能安怎，因诶趣味伫倒位，安尼想半工家己写册为着迄阵嘛毋知影伫倒位诶人写出来家己嘛无满意，结果嘛无迄阵人来看，安尼就是了济啊，诚冤枉。即摆想清楚，就是讲诚济代志就是为着家己家己是价值来源，毋是家己去想讲别人会安怎想，会安怎看。其实这嘛虚的啊，因为讲想半工结果你做代志别骹别手，毋过别人嘛无的确会讲较欢喜。就亲像讲早前伫公司为着迄个顶司想足济嘛是足积极诶想要互伊看着我诶即个看着讲会通互人牵信诶即个才调毋过尾仔就是互我足伤心诶即个发展。毋过即种发展就是要互
为着要家己叫精神，就是知影讲莫为着别人去活。你可能想讲，想要伫即个公司徛起，爱有一寡成绩，至少爱做啥物，副手啊、下骹手人啊，爱有一寡，一寡地步一寡官小小的官主管会当通好做，甲这当做家己的成就，无别种的可能性，因为咱即个社会拢是，安怎讲拢是讲共款的理路，共款的价值无别种价值。毋过即马就是知影讲会当为着家己去活而且爱提醒家己爱笑，爱欢喜。以早毋敢为安怎咧惊家己真欢喜，别人其实就是讲这人就是7月毋知死活有即种惊吓。毋过即马就袂安尼啊，就较落痛爱做一个较落痛的人，爱相信家己。虽然我去圣经的白话字嘛真正读甲哩哩啦啦，毋过咧，我读甲哩哩啦啦嘛是讲，因为因主要就是讲要去宣传即个宗教就是逐家活来用台语来读圣经嘛拄仔好会当看有啥物人白话字较含慢会当指导。所以讲我无互人困扰啦，我是讲无介贤尔。无介贤有可能，因本底就毋是找足贤的人足贤的，有可能若讲做神仙去甲人教这就需要真贤。若像我安尼佫哩哩啦啦，安尼当然就是无合格所以讲，我若做一个读册伴，安尼有用心有去参加虽然我嘛无做助生的我拢参加2场为着讲会当加练习加讲就差诚济，就是走2摊安尼拢为着讲看有机会当加读一寡台语词无。当然家己读甲有人伫边仔会当加减提醒安尼是无共款的，而且感觉有人伫听嘛较读起来有一寡无共款的感觉就是现处时就知影讲家己伫做啥毋免一直去，就是我嘛捌讲做想要控制别人的观念理路亲像别人若无意识无本土意识我就会去怨叹即马就爱去改即种怨叹就是讲家己安怎做会当控制家己加做安怎别人安怎想去怨叹毋是加无用加有趣加生闷拢毋免安尼我嘛定定伫即个群组一个翁外口有查某的即个群组我嘛逐个嘛是共款的困扰因就是想讲啥物时阵翁会转来，翁会甲外口的查某撮互离离毋过我犹原是鼓励讲别人安怎咱实在无法度控制，你安尼去顺去安尼去家调查，其实对代志嘛无帮助其实这若用伫我家己的身躯顶嘛共款别人无即个意识我就嘛毋敢甲别人讲，毋过就变做讲会足敏感的。若别人加问讲你安怎学台语要学台语伊若讲较无正确我就甲人相谅这拢是无好的
即种因为家己加生气的无欢喜的原因，就是会怨叹讲为安怎别人无要无紧嫁我安尼。这就变做共款的理路就一直想要改变别人、控制别人，阁做袂到，就加生闷的。所以讲爱做的就是找一寡读册伴，大家理念共款，安尼理念共款，安尼讲起来嘛诚捌，就伫遐豆豆互家己进步。外口的人、外口的世界，安尼就放互自然。就是我有一个心情，就是一切放互自然，爱有信心毋免惊讲敢若我一个人安尼，外口无安尼，有一天我会变讲就是会要伊的物件，会晓的物件保持场。其实我是惊这尔，毋是真正讲大家拢无即个意识，足气的。有时阵有可能是惊讲家己会晓的物件，别人无稀罕，阁会笑。讲这过时无时行，其实是惊这，就是对家己当地做的代志无信心尔。所以讲，符合清楚家己的想法，嘛通会当讲豆豆家己引导去较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就是家己做就对毋免去一直看别人，看别人会有即种愈来愈光明的前途。阮学的长进题内底即个台语敢有光明的未来若安尼就变做为着利益啦。若讲拢无人逐个拢逐个拢无去要伊，变做讲无光明，即个未来无足暗淡的，足黑暗的，安尼煞变做讲我着无想要牺牲，无想要去做这，安尼我永远毋是一个为着家己是为着要互家己会当伫即个正人徛起，无想要互人笑，无想要白了工，这永远是做现处是社会理路，这拢是就需要讲发现讲家己是安尼想的，较有法度安尼豆豆改进，因为讲安尼生嘛诚痛苦，而且对代志无帮助，就是爱调整一个上好的状态。所以即马就是希望家己会当加笑，加路畅，光明，搁爱会当原谅家己，讲无遐好，白话字学的水袂记，有一寡罗马拼音，一寡音明明知影有字声，毋过讲就定定讲甲安尼哩哩啦啦，就是袂有时阵会甲字声放袂记，合喙无合喙有一个齿根音嘛无会当原谅家己安尼生，为安怎呢？这就是豆豆伫咧练习的过程，就是安尼。有时阵就是白富气搁爱管这管迄，有时阵讲话嘛共款你爱用诚紧的速度紧甲话讲了。毋过我相信有一天，我有法度讲一句台语边就出现一排罗马拼音，甚至连变调拢有，我就讲足顺喙的，做噜噜叫。我相信有一天，这天会来临，这天会到。我就莫一直甲心放伫一寡
一寡怨叹台，佮有讲家己对家己的职位吼，拢莫囥伫遐，著是加做加练习，吼，无别种要领吼，嘛莫甲别人比拼，去怨叹讲为安怎家己无即个环境啊，无著是讲即个口语方面的才调啊，吼，拢免去怨叹。你若加做著是加进步。若有诶人做有才调吼，无著是自细汉有即个环境，毋过伊著无为台语即条路去行。看便看，第一便看便讲话，著是讲华语，安尼就算伊有即个条件，伊嘛无为即条路去行。我就算讲是无即个条件较无好势，毋过我著豆豆仔练，豆豆仔讲，总是有一工会练出来啊！练喙皮吼，这喙皮变诚厉害啊！嘿，就是安尼。